1994年陳慧琳畢業之後，翻到香港簽約寶麗金。陳慧琳真係犀利到爆，真係可以咁講嘅。佢係一個好勤力嘅歌手，佢係喺大學畢業之後翻嚟，佢中意唱歌，好痛啊佢，好可以啊！好好笑啊佢個樣，唔知佢做咩係咁搞你咧？你當老鼠仔咁啊，菲菲，你做咩啊？當時鍾珍仲同曾志偉、陳學生組建咗 United Filmmakers Organisation 嘅電影公司，簡稱 UFO， 所以佢哋安排咗 Kelly 拍攝郭富城出演電影《仙樂飄飄》嘅女主角，而且仲提名咗當年嘅金像獎最佳新演員。而電影嘅主題曲《一切很美，只因有你》亦都提名咗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。Kelly 亦都憑呢一首歌喺香港樂壇正式出道，仲喺1995年跟住拍過《痛㗎，唔咬啊！第一隻專輯《最迷情人》獲得金唱片，而喺唔知佢做咩？想講我走啊！唔係啊，打咗佢位啊！講你走打你啦，唔係咁啦，係咪？BB，9號風球。佢嘅唱歌實力唔係好強，但係其實從一個小細節可以睇出 Kelly 其實係唱歌方面真係落過苦功。請睇下1995年攞新人